滿月在天秤座，從關係裡的拉鋸，尋求自我與他人的平衡。明天中午，滿月將發生在天秤座的位置，照亮內心那片隱隱作痛的情緒鬱結，推動我們在自我與他人之間創造新的平衡。最近這段時間，可能會感受到許多事情發生的步調極度忙亂，或是因着進度落後而焦慮，或是非常介意自己的表現不夠好。這源於我們在自我與他人的協調之間失去了該有的平衡。是次滿月受到木星的角力及土星的介入，令我們在情緒、個人需求及顧及他人之間產生巨大的拉鋸。究竟要多少地成全自我，多少地成全他人？而無論我們偏向於天秤的哪一邊，都會因為另一邊的缺少而感到焦慮或內疚。這會令我們變得搖擺不定，生活的決定上缺乏明確的界線，令現實陷入混亂失序，白白消耗情緒力量。因着天秤座的力量，滿月將會令我們察覺到，有沒有將愛與責任化成沉重的石頭，而在關係中將自己逼得走投無路。我們不必在自我與他人之間作出單一選項，卻要在兩者之間畫出有清晰的界線與距離，才可以找得恰當的共存方式。兩者的共生，不必令自我完全地磨滅或犧牲，相反地，正因為自我特質的存在，彼此才可以在共生中產生互利互補的關係。今次滿月由金星所守護，而金星也剛好進入了金牛座，加強了內在價值的思索，幫助我們在拉鋸中穩固自我的價值，清楚什麼需要堅守，什麼可以捨棄。宇宙萬物本來就在無數的矛盾中共存着，只有清楚自我的至高價值，自然能夠在混亂中找到和諧生存的方式。